伫咧10年前发生八仙尘爆，迄当时造成15人死亡，超过400人轻重伤。10年过去啊，对这受害者来讲是一世人的痛。不过一次总是爱过。目前32岁黄柏伟呢，规身躯有90%的烧烫伤，脚和手拢互人锯掉。迄个时阵，医生认为讲伊活落去的几率无够10%，不过伊毋若活落来，佫活出充满希望人生。32岁黄柏伟伫10当前因为八仙粉尘爆炸案，规身躯90%烧烫伤，伫咧加护病房，医生予伊2条路做选择：第一是脚甲手拢锯断，第二是放弃治疗离开人世间。当时伊才22岁，想着家己阁有真侪梦想还未完成，决定甲脚甲手拢锯断。就算医生讲伊活落来几率干那10%，伊嘛是想要甲命运拼一个。爸爸亲口就问我想不想知道自己伤得怎么样。但是他传达给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弃急救。后来等我情绪比较稳定之后，有告诉我所谓的第2条路就是截肢保命。可是医生当时是讲说，即使我截掉我的四肢，但是存活率只有大概5到10%。黄柏伟讲，伫2015年完成脚甲手锯断的手术了后，经过5年多的复健，过程当中伊真痛苦，也有想过要放弃。不过伊无愿意看到父母为着伊搁再伤心流目屎，决定用正面的心态来面对。当我看到爸爸妈妈越来越老的那个身躯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点讨厌自己，就是我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的那种感觉。烧伤90%不是伤90%的可怕，是它。组织，因为组织如果都深度坏死，你没有皮肤来重建，因为那种深的伤口自己长是长不起来的。黄柏伟的精神感动真侪人，就连10当前该治疗医生嘛感觉这是奇迹。如今伊电机系毕业，咧做电脑文书相关的工课，有闲的时阵伊就四过去演讲，用家己的力，搁成功靠脚脚爬起哩合欢山的经验，鼓励别人乐观面对人生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